新竹新埔的枋寮地区是个淳朴的客家庄，众多的伯公庙成为当地特色。跟着里长的脚步，逐一探访伯公庙的故事和传奇。200年前，螳螂树附近居民为求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在此安奉螳螂伯公。竖起这个伯公以后，有没有啊？我们自己庄内的所有的事情都平顺下来、平安下来的。200多年来，守护着当地居民，从不间断。来这边拜我们的螳螂伯公是孔田平安亲交近祈求世世代代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拥有100年历史的烧炭窝伯公，庇佑当年以制炭为生的村民，到如今依旧是在地居民的精神支柱。铸一个伯公在这边给那个伯公庇佑大家生财，然后工作的人有没有健康平安？因伯公神像遭窃，庙体老旧。1999年，居民筹资重建，并安奉新的伯公。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旧的伯公回家了，差不多5年前有没有又送回来了？然后变成这边有2个土地公在这边。你看左边一个金金亮亮的，一个石头的，有没有沿着烧炭窝古道来到良景伯公，这里是新埔与湖口间的休息站，先民在此洗衣打水，更是小朋友嬉戏的地方。伯公的传奇诉说人亲土亲的故事，有伯公庙的地方就是客家人的心灵花园。上课喽！孔天平安亲友敬，孔天平安亲友敬，孔天平安亲友敬。